交流学生呢，交流学生要来参观读经班呢，主要是参观礼拜五晚上儿童读经班，那是小学校园文化交流的，黄河锦绣小学校园文化交流。礼拜五晚上要参观义和圣堂的爱乡单位的儿童读经班，晚上要住在佛堂。没有文化交流，还要去其他地方参观。意世界为大同，搁一个道义公义，敬天地，礼亲人，爱护众事，敦敬兄弟，孝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乡民，解放众生。感情五伦八德，生活五道圣义之恶语，学尊处为风尚之鼓励，细心评估，照切修己，维护本性之自然，体发良知良民之至善，以立行。大义，安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意世界为大同。礼运大同生，大德之明也，善下为公，宣传以平，安受修乐。各类佛法之义修，各处处，将各应所有，观化佛法，大有所有，大有归门。不退心也，不退为地，是法无边不退。不作，不退，是为大同。天下为公，观言依语，当修修我。我言不得亲彼亲，不得助彼事。众因所有，众因所有，有因所有。观化所得为不假，但有所有。本度有归，彼气地也，不必传于气，六彼不出于心也，不必为地，如何为不定，乱切而不作，何为何而不必？是为大道用手指头在那边指，不认识字，用手指头在那边指，一个音指一个字啊。